and gentlemen， 欢迎 BOSS 大来宾黄文兴。金曲歌王黄文兴推出了上新的专辑《爱那是》，2月24號到2月28號，在每暗6點半 ，BOSS 大來賓的節目，聽黃文興同你分享每一首新歌背後的故事。黃文興。金曲歌王黄文興推出了上新的專輯《愛那是》，2月24號到2月28號，在每暗6點半 ，BOSS 大來賓的節目，聽黃文興同你分享每一首新歌背後的故事。BOSS 大來賓 DJ 瓦力子。将登场的是，在咱今日的节目当中，丹丹很开心，也很荣幸可以专访到呢金曲歌王黄文興。文興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文興。文興这一次推出了好棒哦，这一张新专辑叫做是《愛那是》，对，愛若是。这一张专辑啊，它是一张完整性，就是情歌完整性很够的专辑，没错。它讲了很多很多爱的不同面貌，然后呢，大家可以从这一张新专辑的名称《愛那是》，然后去套用在每一首歌曲上面，对不对？对，愛那是心醉就好，愛那是就到家，愛那是思念心酸，对，就是由大家填充嘛。有一些是可能我们在心情很难过的时候听了会觉得哇好虐心哦，好虐心。那有一些是可能我们去听了之后觉得哇这首歌以后我结婚的时候要在婚礼播放，像是《幸福的新兵》，对，还有《愛的摩卡》，愛的摩卡，对，这都非常幸福甜蜜的歌曲。对，这一张专辑啊，我们知道说文興在去年差不多10月份的时候开工，是那时候就想做一张新台语的这个情歌专辑吗？其实做新台语的部分在天地的时候，在跟金台大风合作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以新台语的路线为主了。那到现在一样还是以新台语的方式呈现。那当然就是每张专辑的概念就是不同这样。那这张专辑主要是以用了。几乎全部都是比较国语流行音乐的编曲方式来呈现。为什么我要说国语流行音乐？其实也不是国语流行音乐，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只是我不加国语的话，因为怕有些时下年轻人他会不知道，流行音乐是什么流行音乐。对，然后所以我就是用时下年轻人在听的国语流行音乐或者是韩语流行音乐，他做了一个整个编曲、整个制作，希望能借由这张专辑呢，让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听到说，哇，因为台语歌也可以这么好听，对，不是那么的制式，不是那么的古板北怂，然后也可以这么的流行，跟他们现在所听的流行音乐的这些歌曲其实是差不多是同步的，没错。那因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也有一些朋友说，你为什么不发国语？我说他说你之前无界2015年的时候不是发过一张嘛？我说是没错。可是呢，我发觉台语是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屏东人，是台语不会把我30大妈到今嘛，我感觉台语是我的母语。我对我亲情的感情，对他有深厚的感情，跟很多小时候到大到现在的一些回忆，美好回忆。那我觉得很可惜，很感叹的是，我记得20几年前，我那时候听到的台语歌曲跟国语歌曲，其实他们是势均力敌，势均力敌是同步的，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不一样的风格跟一片天。没错没错。那没想到20几年后，我再来看的时候，我发觉国语已经进步到它非常多的歌曲，非常多的风格，也跟时尚做所谓的一个接轨，已经跟欧美接轨了。对，那反观台语歌，好像没什么
前进，也前进没几步，这样一直原地的在打转，让我觉得很惋惜。然后现在的10-20岁，尤其是10岁时下的年纪，对，时下的年轻人，他们就是觉得台语歌就当刚才主持人说的，比较俗气，然后也不太想去跟他有所交集，或者去碰触他、聆听他。那其实这些歌曲，以我这个年纪，传统的台语 Enga 的台语歌曲，其实对我来讲也有很深厚的感情。我小时候也是听这些歌曲长大的，那我有很多记忆。可是反观，你让年轻人来听这些的东西，他们其实没有太大的接受度比较不高。对，因为对他们没有所谓的交集啊，他们现在听的还是五月天、阿妹、蔡依林、Hebe 这些比较林俊杰这些比较主流的流行音乐，这些流行华语音乐的一些歌手的作品。那我觉得他们离台语就是越来越远。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的使命跟责任，因为毕竟我是线上歌手，我觉得我必须把我的母语去传承下去，让他们也听到说，原来台语歌曲它可以非常的流行，跟国语流行音乐是同步的。于是我才跟我们的这个老板就是讨论之后，就是很坚持、很用心的去做了这一张非常完整的这张流行音乐台语歌曲的专辑，这样。其实我们在听这一张新专辑，就是像文心刚刚在节目当中侃谈混用，是它其实是很多新的元素在里头的，没错，包括了当我打开了歌词本，然后看到了好多这个制作团队的名单，这些名字过去完全就是一些像唱华语歌曲的歌手，或是一些非常顶尖的在做这些国语专辑的一些制作人，对，像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这张新专辑第一首歌《我想要登去东西》，这首歌的和声编写跟和声就是许仁杰，当然许仁杰哦，你看这个是星光帮的哦，对啊，完全是跟现在星光超偶一家亲。其实我觉得那个会被人家分班炒作分帮派，只是一个新闻而已啦。那其实大家私底下也是还蛮好的。然后因为制作人也是跟许仁杰非常的熟，后来就请他。因为一开始我听到说，许仁杰我说是那个星光许仁杰吗？他说没错啊。哇，我就觉得自己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这种就是蛮厉害的歌手来替我和声，然后做和声编写，其实就是还蛮开心的。而且我发现许仁杰的和声跟文心的主 vocal 两个叠在一起的时候，完全没有违和感。对，不会打，就是不会打架，完全不会打架。对，我觉得这是最高的境界。对，我觉得这也因为也是和声，他真的非常厉害，因为他要视情况，是这个歌手的音质，然后歌声的情况，然后去做一些 vocal 上的合音调整。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地方，然后又不能有跟歌手的声音太多冲突，或者是盖过歌手。对，这个我觉得真的很不简单，所以我非常的谢谢他。这样更不简单是这首歌是我们文心自己的创作，是我想要登一，这是因为演了一家人之后有感而发，所以写下来的歌。对，里面的那个角色张正改，哇，差点要讲庄正改，差点要替怕边围攻，没有啦，开玩笑的，跟庄正跟那个庄正凯也是不错啦。然后就是大家都一家人嘛，大家都是一家人，对啊。然后就是就是跟里面的角色女主角叶小秋是，然后郑凯跟小秋离别的时候，在最后一场戏。我突然有感而发，心里面有很多的音乐旋律涌上来，心头啊，对，涌上心头，我就觉得哇，因为对这一幕我就非常不舍，因为演到后面要杀青戏，其实我很少会拍戏拍到就是让我觉得好不舍哦。为什么我们文心在演这一部，尤其拍到后面杀青的时候会这么的不舍？这跟过去，因为我们知道你也接了很多的戏剧，对啊，为什么会特别不一样，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觉得后面几场戏编剧写的真的非常好，而且是很贴近一般人一般这些人的情感啊，对，贴近他们一些人的平常人的生活，然后非常贴近。然后我演了这几场之后，真的非常多人粉丝跟戏迷留言，然后他们觉得说这个
这个情境就很像当初他跟他的家人或者是亲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他的谁，就是也是得了癌症，然后要离别的时候那种，就是整个回忆涌上心头，是让他们有所共鸣这样，然后就是很贴近人生，是一个很真很实在的一个画面这样，因为人就是这样嘛，就是人生在世，有时候今天好好的，明天会怎样？其实我们大家人生无常是很难预料的，所以在当下他们都是就非常的感动，然后有深刻的印象。那其实我在那当下，我也是连女主角她后来把这些戏演完了之后，我说你有看吗？他说没有，因为杀青酒就遇到，我就问他说他是都一直不敢看，然后他自己怕泪崩，也发了 FB 说，或许他是一个很健忘的人，他拍了那么多戏，但是这一次的戏真的让他痛彻心扉，就是已经超过了生死的那种极限的，让他很难忘。然后他觉得他从来没有拍到这一场像这几场这么痛的，这么痛到已经整个都不就是整个就是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那种痛就对了。我说哇，他竟然会这么形容，那我就觉得自己很开心，还好。我的那个演技也有让他得到回应，因为演戏就是像打乒乓球一样，一个杀球，另外一个就会回击。如果一个杀球，另外一个没有接到漏接，或者是稍微他的回球只是很软的这样，那其实不会有产生任何火花。那我觉得这样是代表就是我觉得燕燕也认同我的演技，我觉得跟他合作也非常开心，所以在当下那几场，后来的那几场，我都觉得非常的虐心，然后自己也深陷到这个情绪里面，所以我心里面就当时候有浮上了一些旋律，然后就赶快用手机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回去把它写好这样，然后赶紧就是跟编剧老师讨论这样。对，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演戏对我的歌唱方面也是有很多的帮助，有时候加分，因为有时候你在演某些角色，因为歌曲是出唱片唱歌是唱自己喜欢的，那其实演戏是演人生百态，演里面的角色或者是别人的角色，其实会有很多种不一样的体验。那在不一样的情境跟环境当中，也会有时候心里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旋律产生。我觉得在当下，我就觉得非常开心，可以有戏剧的演出，也可以用戏剧来辅助我的音乐这样。在咱今日节目当中，我们马上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我想要回去那当时。点点坐伫伊仔边，看着伊。已经不在的残机，记得将阮犹搁牵倒转彼当时。目睭刻刻亲像有听见，咱的早老的声音徘徊伫阮的身边，夜头寒。才知一切拢是过去。我想要回去迄当时，亲像细汉时阵爱着阮的日子，爱阮四界西来又西去。幸福相随，我想要回去迄当时，会当陪你坐踮海边看流星，予阮的眼轻轻揽着你，要搁放开。
的残景，记你将阮犹搁牵倒转去当时。目睭刻刻亲像有听见，咱的早闹的声音徘徊伫阮的身边，夜头看才知一切拢是过去。我想要返去彼当时，亲像细汉时阵爱着阮的日子，爱阮是个世来又逝去，幸福相随。我想要返去彼当时，会当陪你坐踮海边看流星，予阮会当轻轻揽着你，袂搁放开。我想要返去彼当时，希望时间会当为着咱来停止，停止所有悲伤的空气，袂搁心碎。我想要返去彼当时，连他所有残金美丽的过去，予阮会当轻轻揽着你，袂搁放开。予阮会当轻轻讲一声，我爱你。听完了《我想要返去彼当时》这首歌，是我们文心他的词曲创作。是文心在去年底推出了这一张新专辑的实体数位专辑，而在今年的1月份已经发了实体专辑了，《爱纳西爱洛士》这一张专辑非常棒。迪兰这个礼拜我们 Boss Radio 黄文新周每一天都会跟大家分享这一张新专辑的每一首新歌。刚刚呢，我们听完了就是我想要返去彼当时。文心当初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下来。其实我记得我那一场戏，最后那一场戏是在中午，然后中午我演的那一场戏演完之后，我当下赶快趁那个情绪还在的时候，因为我怕那个情绪就是很快就会不见散掉了。对，然后我回去马上写了一半之后，就有点累了，然后就是半夜，我是一直到半夜我在睡觉的时候。又突然那个旋律都一直在我心里面，我就赶紧又起来。可见这部戏带给你的这个深刻度有多深啊！而且我一直到1个礼拜才慢慢的把这个感觉给淡忘掉。可是下戏的感觉可是也不是说无法抽离，不是无法抽离这个角色，是我是无法抽离，就是唯一一个观众的心态跟那个视角来看。张正凯跟叶小秋这两个角色，我是以观众的那个方向不是以我戏，因为如果以戏里面无法抽身的话，那真的是太恐怖、太痛苦了。对，那我就是以一个观众，是连我当一个观众，我看的这几场戏，我都觉得其实也是真的还蛮感人的这样。那所以我才写了这首歌，就是要送给张正凯跟叶小秋这样。文心在写完这首歌的时候，有曾经在脸书上面有分享说，悲伤不舍都会过去，对，懂得珍惜，回忆都是美好的。我想回忆对每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没错。那文心，你觉得说，如果现在想要返去彼当时，你可以回去的话，你想回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问我，包括我的老婆，她也问我。于是以前我会想很久，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后来
我老婆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想了一下，我就说，其实要让我回去的时候，我不会选择再回去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就是他是问说你会想要回去改变什么，改变哪一件事，你很后悔。我说没有什么好不好后悔的，我觉得那都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因为有这个经历，我说我回去改变的那个经历，搞不好现在就不是文心不是坐在就不没有办法坐在这边，就没有这个黄文心了。对，那或许说我说哦，他说你不会改变你那时候的初恋怎样之类的。我说我回到那初恋的时候，好，我不要认识他，我觉得对我来讲是痛苦，我去认识别的，那可能成家立业，我就是在屏东，我就是永远是一个陌生，一个路人甲、路人乙，一个素人而已，我不是歌手。我说搞不好我不会在这个，我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我也不会出现在电视上。我老婆一听，对吼，我说每段经历都是我们的一些经验，然后可以从这些经历当中，不管是好的坏的，都可以学取一些经验跟教训，然后去改变自己，这样，然后去慢慢让自己的心态可以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往前这样。对。所以跟大家分享完，这是在这一次新专辑当中，我们文心他自己的创作，我想要登记去东西。在我们今天节目呢，第二首歌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这一张新专辑《爱那西》当中，文心的另外一首创作曲。哇，这首歌就跟我想要登记去东西没啥同款啊。对，它有比较大的反差，它比较甜蜜一点，而且幸福在身边。对，没错，这首幸福在身边其实我写的还蛮痛苦的。怎么说？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一首幸福在身边是我想要登记去东西之后我才做的，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其实里面也是写我在饰演的小秋跟郑凯那时候，可是那时候他们是两个刚认识的时候因为以前是青梅竹马，后来走散了，长大后又相聚在一起。那里面有几个词，就是说我就是两个都是打打闹闹的这样，然后彼此之间就是一个很好的buddy，很好的朋友而已，从来也不会认定是说对方是自己喜欢的心上人这样。那没想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我喜欢的，他也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才明白原来幸福是在我的身边。我在那边寻寻觅觅，然后想，怎么会对他越来越有感觉？不会吧？我喜欢的人不会是他，怎么会是他呢？后来才互相确认说，原来就是对方都是彼此喜欢的对方这样。对，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珍惜身边的。而且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先写那个我喜欢登记的东西，那时候悲伤都还在，悲伤的情绪那时候怎么可以写出这么甜蜜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光要一直倒退。所以我跟大家说，我这首歌我写了快1个月。然后在星巴克做了6次，从1点做到5点，下午1点做到5点。真的啊，就是在那边烧脑，你知道，这那个头壳都快恐腔了，知道都快腔掉了，就觉得哇，到底要怎么写这个？哇，这怎么会这样？因为你看，知道情绪都还在那边嘞。对，那个就是我杀青之后写的那个《幸福在身边》，就是杀青之后才写出来的。然后终于到最后，这个老板在赶的时候，赶到后面，我才真的把它赶出来，这样。对，那还有这首歌写得很好哦，谢谢。我要回馈，就是我身边有好几个，因为刚刚文心有说这张专辑做的就是想要让就这少年朋友可以听台语歌。是我身边其实有一大票的年轻朋友就是不喜欢听台语歌，是。然后呢，我就一直 push 他们去听每一张新专辑，他们很喜欢这首。真的还假的？他们说听起来很像萧敬腾或林俊杰的 style 就是那种华语流行歌曲。对，他们不相信，当你唱出台语歌词，他们才吓到真的哈，真的。他说这首歌的曲啊词啊，就让人家感觉就是哇，好不一样，对，颠覆他们心中对于台语歌的印象，台语刻板的印象，这样对，所以然后我还有一个朋友最近要结婚，然后就说他要把这首歌当作他们的婚礼的歌曲。真的吗？真假哇！而且他们还说要叫我一定要在节目当中看文心来供，他说太感谢，因为之前的话他们觉得听你一些很多幸福的情歌，听得看就会很口因为力，现在终于又有新的一首
而且这首歌更适合在婚礼出现。是的，太好了。对，他们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真的，也是有很多新人，就是彼此之间就是很好的朋友，就是那种10几年朋友，然后后来才知道，才在一起，对，才知道，原来是跟对方就是有来电，那其实只是一直不知道这样，然后去就是寻找别的伴，寻寻觅觅，然后原来寻寻觅觅当中，那个幸福是在他们自己的身边，对，就在我们的身边，真的。太棒了！今天今日节目最后，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歌曲《天后的新逼》。同时要跟大家预告，这个礼拜每天晚上6点半到7点，12点主朗公播电台是我们的黄文新周，每天都会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新专辑的每首新歌。谢谢文心，我们明天见，拜拜，拜拜。牵你的手，骑用你的身边，问咱是不是做过什么？爱情的锁匙藏伫咱的心，原来幸福伫身边。春天的花蕊，唱着恋爱的歌词，花蕊被人的香味铺成甜蜜的天气。心目中的伊，即马到底伫倒位？时间甲幸福袂为。在咱今日节目当中，蓝 boss 大来宾已经来到了第2天，我们黄文新周，我们欢迎文新。Hello， 主持人以及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啦。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文新来聊这一张最新的专辑《爱那西》。爱那西这一张新专辑啊，哇，我还记得当初刚听到的时候，有2首单曲释出，就是
丢高家还有思念数量心刷，对是。我好爱数量心刷，真的哈！而且这首歌，哇塞，这个在听的感觉很过瘾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从一开始前奏结束开始唱，哇，那个情绪的堆叠就好像是那种很有质感的千层派一样，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然后每一层的那个口感咬下去都不一样，然后堆叠到最后爆发出来。但是你知道吗？完全不给人家休息的哦，这首歌没有间奏。对，没有，你知道这一点我有完全哦，所以要唱这首歌的人，哇。很有挑战性，但是唱得好，很过瘾哎。正常就是中间一定会有几小节的间奏。我有问过制作人，我说：“这样好吧？”他说：“其实他会这样做，是因为现在的人听歌曲大概都在4分半，抢那个黄金听。对，然后听完之后，他会觉得意犹未尽，会想要一听再听。如果把它拖得太长，会变成大概5分多钟，他怕会有点太冗长了。对，所以就是他才，我就觉得说，他这样讲也对，我真的去看了一些歌曲，真的都是大概4分半，对，都是很就是当你还想要再继续听，结束了，对，哇，再重 repeat 一次，真的，对，真的是这个样子。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是在我一家人那时候搭的其中一个插曲，然后是这个叶小秋在我们最后一幕对不对？停时间嘛。我真的不想讲这个，但是真的是在那一幕。天哪，对，其实是蛮悲伤的。我讲快乐一点、开心一点的好，就是我在停时间的，你知道那个台词很长，就是这一页纸 A4 一页纸。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有点感冒，还有痰，你知道卡痰，然后我讲到后面我真的受不了，我就吞口水了。然后就被喊咔。没有，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演那个尸体是最难的，因为他一直在讲，然后你要听到他讲的非常感动，然后你自己又不能吞口水，然后你也不能流眼泪，你知道吗？那个真的太痛苦了，真的很难。我后来我真的下一次如果还要再演8点了，我一定会跟他们交代说，拜托快给我演尸体啊！啊不，你马看是用一个波啊砍的，他是直接。布把它掀到我的胸部这边，所以包括你喉咙那个有起伏都拍得很清楚，都拍得很清楚啊！而且你躺的时候，你是没有对，然后没有枕头的，你知道没有枕头的情况下，你的颈部是会往后拉。对，那个拉久了，其实那你口水就没有办法而且你躺平，你没有办法对你也没有办法自然往下流，所以你就变成说。你要去吞口水，你知道撑，我那样撑到真的，我真的已经受不了。我觉得倒不是呼吸哦，是口水，所以我会觉得说也辛苦他了，而且你又不能 NG， 是因为他的情绪已经来。对，你如果中途这样的话，他情绪会接不上。那还好还好李燕就是他是很专业的一个演员，所以他第二次又。他那个到后来已经讲了2/3，快那完成，然后后来我真的受不了，就吞了，然后现场导播就说：“咔，那个张振凯死了还会吞口水这样。”太夸张。对，然后那个李燕就再重来一次，然后他还要一直 hold 住那个情绪，我那时候就觉得超对不起他了。对，那当然也是后来就是呈现出来的，也是让大家非常感动。因为正常以前8点档好像也没有在用什么停时间，然后在当下翻开讲那么多话，这类型的剧情。可是他说当下那时候在看到我那一幕的时候，他在现场，李燕在现场演的时候，他把布翻起来，他说：“你知道那个灯打下去，你那个脸就整个超恐怖，就是真的很像是一个去世的人，然后躺在停尸间这样。”我就觉得哇，难怪他有那么多的情绪可以一直不断的涌现这样。而且因为演的人其实光点就很深刻了，那所以看的人观众其实在看到的时候，再搭配这首《苏良心刷》，其实当初是在剧中做 MV 的首播，对，所以大家那个感触有多深？感触就是非常的深。那时候我刚好打电话回去跟我阿布，然后他在看。然后他就挂我电话哦，然后我都想说在干嘛，然后后来我也想说奇怪，他跟我爸爸是吵架吗？为什么他挂我好多通电话之后，然后最后接起来声音是在哽咽，然后我觉得他那时候在看你的一家人。
不知道了，他以为你是要爸爸爬。我想说你在靠什么回啦？他说我靠了几个，对，几个就是还蛮感动的，真的有 touch 到大家。对，因为其实一开始这个角色大家都在猜测说啊，他就是这个郑恺这个角色不会死啊，不会领便当啊，不会怎样啊，就算领便当也会再回来。对，然后是有一天一家人的制作人我去他的办公室，然后刚好遇到我，然后他就说：“你来坐一下，就是我跟你谈一下。”他说他希望这个剧情的方面，你跟李嫣那一条线，他希望是凄美的。我说然后他说，所以我会最后会让郑恺就是去世。可是当初就安排那么早吗？很早就安排了。然后我就大概2个月前，那时候的杀青之后的2个月前，对，他就做这个安排。他一讲出来，我就说好，我二话不说马上说好，我也没有考虑。我说其实制作我一开始就。你说我得这个角色里面得舌癌的时候，我一开始先大笑，因为很少有什么舌癌都是射物腺癌，或者是淋巴癌呀。对啊，为什么会得舌癌？我舌癌，我说哈哈哈哈哈，舌癌哈哈哈，我都还自己在那边笑。那后面笑到后面就反正笑完了，我就觉得癌症，我觉得这个剧情应该要让这个角色死去，才会比较的感人。我说一开始其实我心里面的设定就是这样，那还好就是制作你讲的这个话 ，OK， 我说我愿意，正常人是不愿意，因为少领1个多月的钱，对，然后也不会去做这种就是尝试，可是因为那时候制作就刚好想要做一些改革，在8点档上面做一些改革，让它是一个很像贴近人生的感觉，让大家知道说，原来8点档很多东西是贴近人生的，人的生活的。于是他问我，他就问我说好啊，然后我就当开炮的第一个烈士这样。那完了之后也受到了非常多的回响，果然他说长官也非常的满意，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然后我也传简讯给制作，然后制作就回简讯给我，他说非常感谢我的第一次愿意为戏奉献，就是当第一个就是牺牲的人这样，因为正常人是不可能不来啦，我买加紧啦，我买探机。可是我跟他说其实戏的本来就是在演人家的人生嘛，大家看了才会入戏啊。不过也好险啊，这样才可以让我们就是大家就是印象真的非常深刻，大家每个都在讲那一部就是最好看的，就是很好看的精华之一，就是小秋跟郑恺那个真是精华之一，就大家一直不断的在回味当中，一直在回味，然后跟这首歌搭上这首歌的那个觉得非常 match 这样，然后那我觉得我也非常开心能够有做这样的尝试，然后制作很好笑的是说，感谢我的付出，但是唯一比较烦恼的是，他每天要看我的 FB 看到凌晨3点为什么？因为那3天好像都很多人一直在留言对，12月1号杀青的，对，然后那几天很多人一直在留言，不断的说好，真的那种戏很感人，然后很贴近人生，我们一个人真实的人生，然后身旁也真的有这种人，只是好像就是走了没有走的那么的开心之类，就是你知道很多人都说他谁得癌症然后过世，然后看了这部戏，看到张振凯跟叶小秋最后那几场都有所感受，因为要跟亲朋好友离别，然后要跟自己的老婆离别，要跟父母亲道别。面对离别还熊港口最难。对，而且但是却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跟学习的。而且你都还要就是有点笑笑的，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然后你还要笑笑的跟有点微笑对父母说爸妈你们不要这样，因为因为这样我会走不开之类。其实这样真的是打动了很多人，就觉得说，如果有一天有些人他因为戏就是这样，可是他会让有无限的想象空间。那为什么会打动你？说他们也会这么想：如果当下自己的父母亲如果走了，或者是比自己的父母亲先走，那父母亲怎么办？对，那个要怎么去跟他们道别？说我要离开了，我们要开心。
怎么说得出口？没错，很难呢、很难，所以这个是非常写实的一些后来的一些几场剧情都是非常贴近人的生活跟写实这样。马上来听这首歌曲 OK 苏良心刷。好的。旧年的百开花，有你伫这，做海风看黄昏，等你落山。美丽约定双人行，笑容满满，一份真心的快乐，幸福作伴。如今的百合花，无你伫这，恋人风海的声，凄凉孤单。风袂散去的往事，情线无痕。心叹一切过去啊，像消失的手中线。咱前世无注定，偏偏情来大磨。问天安排一段缘分，怎样来断线？望春夏等秋冬，一颗心永远袂冷淡。以为爱过留下通好怨叹，心有影爱无看，思念已变成山，飘飘渺渺，分分合合，散伫阮心肝。你敢知有一天，我会点相逢的海岸，刻咱两人的名字，爱的记忆，永远袂散。旧年的百合花，有你伫这，做海风看黄昏，等你落山。美丽约定双人行，笑容满满，一份真心的快乐，幸福作伴。如今的百合花，无你伫这，恋人风海的声，凄凉孤单。风袂散去的往事，情线无痕。心叹一切过去啊，就消失在手中线。咱前世无注定，偏偏情来大磨。问天安排一段缘分，怎样来断线？望春夏等秋冬，一颗心永远袂冷淡。以为爱过留下通好怨叹，心有影爱无看，思念已变成山，飘飘渺渺，分分合合，散伫阮心肝。你敢知有一天，我会点相逢的海岸，刻咱两人的名字，爱的记忆，永远袂散。听完了这首苏良心刷在咱今日节目当中为大家专访到的就是我们的文心推出了最新的专辑《爱那西》。是的，刚刚我们有聊到说苏良心刷这首歌啊，这是戏剧再搭配这个对整个歌曲，整个让大家张力为之动容。对，其实我蛮感谢那时候在12月1号杀青，因为1号杀青完之后，我们文心他带着最满满的那个情绪哦，马上在做这张新专辑的录配唱，对不对？是，所以我就发现说，这张专辑我们听下来，真的那个情感之浓烈、之丰沛，对，大家
真的都听得一清二楚。谢谢。刚好又是一张情歌专辑，非常完整。对，非常完整。对，而且像这一张专辑，请到的一些老师，我们在第一期节目也有讲，都是一些制作国语专辑的歌手啊，许仁杰啊，尤正好啊，对啊，然后和刚才苏良平上啊这一首歌曲的吉林他东斯啊 ，Jerry C， 对，小幸运，对，哇哦，非常非常多，而且就是里面非常多啦，都是做国语流行音乐的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对，那其实还是一样的概念跟想法，只是希望这张专辑除了让大家可以听到不一样面貌的一些新台语之外，也希望借由这一张去把台语歌曲能够不是只有能够传统，它也可以非常流行这个概念传承下去，让现在的年轻人都可以了解，原来台语不是只有美，只有典雅，它也可以非常非常的流行，非常非常的多元化、多面向。真的很辛苦啊！文心这一张专辑对整个新台语还有整个台语歌坛未来的这个奉献跟用心，谢谢，不敢这么说。我真的觉得，而且这次啊，文心也就行口真的跑了好多宣传，就跳美是，其实真的很辛苦。对啊，是，相信这些对一定会值得的哦。包括在拍 MV 也是吃尽了苦头，吃沙嘛，假刷哦。我们光想都觉得那个很折磨对，真的是非常的折磨。而且你知道那个海边，因为大家可能那个拍出来不可能拍到太细，那个苍蝇超多的。这样讲是大家就是整个幻想就破灭。对，但是我们在看这首歌成品，对，很棒的。还好，就是大家不会这个影片没有办法这样放大，不然大家应该会看到苍蝇在那飞来飞去。没有，因为海边啊，就是鱼嘛，鱼的尸体或者怎么样，就是可能捕鱼的人比较多，所以可能苍蝇就是会多了一些这样啊。那其实那个海边我觉得也是蛮漂亮，而且它那个思念城沙，如果不讲的话，只拍那个梯形的那个沙漠堆积起来那个梯形的那个部分的话，大家会以为我是在国外，其实不是，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取景啊，借位。对啊，那个就是整个沙这样堆积起来，就是不知道它也没有堆成三角形，它就是一个梯形。对啊，我就觉得这苍蝇真的是找得非常的好，也是非常地点是选的非常的漂亮，非常不错这样。对啊，就是比佛利导演超棒。对，然后感谢他带我去吃沙。下次可以吃火锅吗？可以不要吃沙了。除了《苏良先刷》这首歌曲，很多喜欢文心的朋友最近也都看到另外一波主打了。是这首歌是由我们比佛利导演他在这张新专辑他所写的词《心碎的祝福》。心碎的祝福，这首歌也是很到位。对，然后这首歌很特别的是，他作曲者是一位19、20的年轻人。年轻人，我之前我一讲，大家都笑啊。这么年轻就这么会写，我真的觉得他这个年轻人蛮有，不知道是遇到什么样感情的创伤，应该也蔡明仁，对，应该也是非常多创伤之类的。对，可是我觉得他的音乐上的造诣是非常的厉害啦，然后写出来，其实我还蛮吓到，因为这首他写的曲也是非常非常流行歌曲的那种的味道，然后。19、20可以写成这样，我觉得他主要是他 demo 这个他会先配唱，他会先唱一个 demo 这样，他的声音也是蛮好的，他那个声音就是有点像那个那个谁周兴哲跟萧敬腾的混合，哇，很奇怪，对。就有点混在一起的，有一点 ABC， 对，它就是 ABC， 但是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吼，不是说像萧敬腾唱的那么嘶吼，就是他比较正常唱情歌的时候那种，不是就是正常他唱情歌以往唱情歌的那种厚度，他声音还蛮厚的，然后就是感情就是很浓烈，就是那个感情就是。不知道他那个声音就是痛，还蛮特别的这样，对啊。这首歌让大家听了哇，
靠咖啡系，像那种感情当中心碎的触动，对，有没有？就是不是欲情，就是那个欲走还留了，欲走还留啦，就是想要放开，不放又不行，对、啊，听说这首歌好像也有一个故事，因为我是后面才知道的，他好像是在说一个男生跟本来跟一个女生，然后在一起之后，后来劈腿之后又告诉女生说他跟那个另外那个女外遇的劈腿的那个对象，就是说什么要先什么交往几个月看看，然后再回来还是怎样，就是反正那个故事也是。我看应该是那故事也是有点超越8点档的感觉，也是蛮8点档的，就是对啊，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这样，对，所以就后来这个作词就是比佛利嘛，后来他听完了这个故事，就是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这样，对，那其实我觉得。这种的故事也是存在的，所以我才会说介绍专辑介绍专辑的时候才会说，其实爱洛是什么什么那就是什么，就是那些心碎的祝福，对，然后这张专辑里面的很多首歌曲，很贴近现代大家的感情，大家的感情状态，有可能在什么情况、什么情境之下会遇得到了一些感情的事情，这样那。其实这首歌，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首歌，其实都会呼应到现代的时下的感情观啦，的一些年轻人，对，会让大家听了会很有共鸣的一张专辑。对，没错。给咱家里节目最后马上来听这一首歌曲《心碎的祝福》，心碎的祝福。同时在明天晚上6点半，我们继续来跟文心聊这张新的专辑。拜拜，拜拜。心中，你离开我，无人惜我，感情像风来去去，无踪，谁伫你的心中，剩你家己，爱你自己，心对你走，你无所谓。藏心中，为你心伤，咱的有缘无分歹错，悲伤啉着目屎时阵，强要当喘开，失去了爱的温度，心碎的祝福找无爱你的理由，不愿意继续来去去，亲像风。若是等来有你搁爱我的理由，你敢也会记起你听起约束的愿望，心碎的祝福找无爱你的理由，不愿意继续来去去，亲像风。从今以后的我心要放开你的手，答应我你有缘的牵着伊的手，爱幸福。你无所谓，爱藏心中，
亲像风，若是等来有你搁爱我的理由，你敢也会记起你听起约束的愿望，心碎的祝福找无爱你的理由，愿你继续来去去亲像风，从今以后的我，决心要放开你的手，答应我你有缘的牵着伊的手，爱幸福。拢怪我当初无法阻挡你的爱，失去了你的风海的风味，最后受伤的人就是我家己，心碎的祝福找无爱你的理由，愿你继续来去去亲像风，从今以后的我，决心要放开你的手，答应我你有缘的牵着伊的手，你爱幸福。大来宾 DJ 瓦力子，即将登场的是李兰咖喱 BOSS 大来宾节目当中第3天来到我们的黄文新周，我们欢迎文心。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文新，我又来啦。这一次文心推出了雄心的专辑《爱那西》，受到了好多年轻朋友的支持，是，然后还有喜欢。是，今天我们要来聊这一张新专辑，应该算是首波主打吧，丢高家。首波主打丢高家。对，这首歌 MV 很耸动。对，就是好多同事朋友哇，觉得很开心，唱出他们的心情啊。对，其实我也是还蛮开心的，因为可以做这样的尝试，就是在演戏方面有所突破，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也可以用借由这个 MV 来表达我们的一个所要表达的东西，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尊重每一种不一样的爱，这些都是值得大家来尊重。我觉得不要用太那种鄙视的，然后觉得不好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因为现今的时代不同，跟以往是比较封闭的年代不一样的。现在的我如果把它倒回到差不多10几年前、20年前，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对于这一块同志这议题好像还蛮敏感的。对，而且你要想说有些他们真的是也有些人他们并不是愿意这样的，我觉得所以真的要去尊重他们，尤其是早期年代，尤其搞不好他们又在跟我一样，我们都在屏东啊。对，搞不好风俗民情很比较对，很淳朴。然后你知道，如果搞不好他的性向不是喜欢就是异性，他喜欢同性，可是他却要顺着父的意识去跟异性在一起，然后甚至结婚组织家庭，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不公平，也是一种很痛苦的事。那现在这个时代其实也蛮开心，有这样慢慢的一个转变，这样，那我也觉得我也觉得生长在这个年代其实非常的幸运，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转变，然后也很开心可以生长在台湾。那其实丢告家这一支可以用一个 MV。比较吸引的方式是吸引到大家的目光，然后得到他们的认同。其实我本身我自己还蛮开心的，因为有时候朋友当然也是就是会觉得可能
觉得不太习惯啦。那但是没关系，那个都无所谓，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立场。那我只是必须要说，有时候如果让你选择，比如说你的小孩，他是同志，可是呢，他在事业上有成，对于父母亲非常孝顺，对兄友弟恭，然后尊师重道，然后是一个非常有成就、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对，跟一个他不是同志，他十恶不作，他作奸犯科，老实让父母亲担心。如果你是父母亲，你要选择哪一个？真的，这个很棒的一个选择。因为那个真的啊，是那个，因为你是会影响到社会。你像作奸犯科，现在的社会，尤其因为太过民主的关系，你看有时候你犯罪了，其实进去一下子又保释就出来，就几年而已。对啊，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还会不会再犯。其实有时候现在因为太过自由的关系，我觉得很多民众就生活在惶恐当中。有时候你在路边走路，你也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被什么飙车对之类的。所以与其是这样，我宁愿选择就是假设如果自己的儿女真的是这样的话，比较他是同志的话，我觉得 OK， 只要你尊师重道，只要你不给父母亲惹麻烦，而且你懂得上进，我觉得都 OK 了。然后对社会也有奉献，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啦。不要我觉得以后文心教出来的小新啊，绝对是很棒的一个青年，因为爸爸有非常明智，然后跟时代接轨的这些思维。对，我觉得小新是一个很幸福的小孩。谢谢。当然，我必须要说，我自己性向是正常啊。那我喜欢的是异性。那至于他以后也是时下的。也是另外一个世代的年轻人，他要在感情上要做怎样的选择，基本上我是不会反对，我只要求我自己的子女就是能够尊师重道，兄友弟恭，然后待人处事非常的就是会就是知道要去尊重别人这样，然后也希望他在生活上可以事业有成，然后身体健康。我其实为人父母亲我就觉得很开心了。马上就来听这首歌曲《就到家》。你爱情叫本来地的我，无顾一切用生命去搏。原来我只是你的配角，无能力改写旧情的变化。情的世界，谁才是故事最后的主角？心碎的想无要留，互相剧情无奈甲心痛，就由我来收煞，就到这。心痛，就由我来收煞。
听完《丢高家》这首歌曲，迪兰 Gary Boss 大来宾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专访到发了新专辑《艾纳西》的黄文馨。Hello， 大家好。在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丢高家》，其实这首歌啊，哎呀，好不简单哦，邀请到了这是民权乐团，对，很烧钱哦，烧了不少啊，烧了不少钱。而且刚刚大家听了《丢高家》，哇。好难哦，不能说难，应该说好挑战性。对，其实这首歌，这跟那个苏良先刷是不同的挑战，因为苏良先刷在唱的时候是一气呵成，对对对，然后丢高家是你可能你在唱之前要做好很多很多的发声练习，真的对不对？你知道我每可能也破声哦，就是会走音之类，因为我每次我在，尤其是我前阵子因为重感冒的关系，所以声音一直不是很好的状态，加上我的声音要在好的状态，基本上都在晚上，然后因为我录音其实基本上都选在晚上的时间，精神状态，然后整个声音状态会比较好。可是呢，偏偏那些通告都是就是我一大早醒来，睡到11点，醒来之后就马上去发廊做造型，然后之后就跑通告。其实有时候连发声的那个准备都没有，就直接上，然后加上重感冒。其实应该你一些听众朋友都听得出来，上节目这些看起来这些节目所唱的丢高家都会。就是会比较吃力一点啊，那我也对宣传，难怪有一次你在脸书说天哪，我好讨厌宣传。对，其实那个是一种爱恨交织的情绪。对，那个宣传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那个好累，异于常人的体力啊。对啊，而且你要一直不断的开嗓。你看现在我开嗓，我应该就可以唱得上去。丢高家，来丢高家。情到达，袂通准煞，着到这，爱搁足疼，着雨伞放雨开，离我。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年金曲奖最佳男歌手黄文馨，没有啦，就是刚才就是有比较开嗓，当然还是有那个弹卡住，因为我自己唱，我自己知道。听起来很厉害。对，那个跟思念沉沙就是比较不一样。对啊，地方磨砂修。比如说我觉得思念沉沙比较像讲话，比如说像第一句，旧年的北海花。有你伫遮，吹海风看黄昏，等你落山，美丽有点像人行，笑容满满，一份真心的快乐，幸福作伴。哇塞，其实就是这样子，这么的绝对音准。就是有些讲话的尾音的收音好难哦，对，好简单而且就不能用太多技巧，而且就是因为要很像，有点像讲话的口气。对，其实这个思念沉沙的挑战性，就跟丢高家它的挑战性其实不相上下。丢高家就是真的要一直开场做不断的充足的开场，因为后来有好多地方要往上冲，对，而且是突然要往上冲，而且那个情绪。对，然后思念沉沙是要用，虽然说就像歌迷一样，像沙子一样，但是那个哇，那个思念聚集起的那个沙子，然后那个要收放自如对，而且我后来我发觉自创歌曲会有一个很好处，就是你在创作歌曲的当下，你可以去抓那个字好唱的字跟音。不管是高音还是低音还是中音，我觉得都可以比较好驾驭。可是我们在唱的歌手在唱，其实基本上都是别人的别人唱出来的 demo， 然后他们可以唱的，有时候歌手不见得有办法驾驭。对，就我觉得后来创作自己的歌曲其实是比较好去抓说可能哪些是我比较好去擅长的那个音域、啊。对，你现在像我喜欢等一些东西，那个我就会比较好驾驭，而且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口气跟感觉。就比如说，我想要等一东西，
亲像细汉时阵爱着阮的日子。对，就是这种。不知道我自己写，我终于了解说那个咬字完全就是自己，比方那个咬字配合哪一个音域要高低啊，什么转音，那个完全自己很能够掌控。对你很清楚，可是别人的毕竟是别人歌手他的创作，然后出来，他可能是用自己擅长的音域跟咬字去唱，这倒真的。对我们歌手来讲，有时候就是不见得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自己自创歌曲，其实也是还蛮好的一件事。这样，没错。对。好，那少了来在咱今日节目当中，还要再跟大家分享这张新专辑《爱那西》的另外一首情歌。是这首情歌，我想问一下文心，是不是在最后一首把它录完的《挖井湾》？对，是吗？最后一首？这一首不是最后一首，对，不是最后一首，因为我们很多粉丝朋友在问啊，就说，哎呀，在去年差不多12月中、12月底，然后看到说太好了，第3天终于录完，是，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很多粉丝很可爱哦，他说哇，看那个上面那个谱上面好像3个字，应该是写我情愿，所以就说但你一定要帮我们问文心哦，那首歌是专辑最后一首录完的吗？那一首倒不是最后一首，但是也是录了3天吗？还是？没有，我忘了那时候我记得是录一天，然后那一首应该是倒数第2次。我最后一首歌录完是哪一首？最后一首歌，因为那时候很赶，最后一首歌是《伟力心跳》，然后倒数第2首是《我现在金瓜》，然后而且是我现在金瓜录完马上再录《伟力心跳》。哇塞！对，那完全就是你要。2首歌要自己消化，然后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对，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聊这首《挖井湾》。好，其实，在前几天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这张新专辑和声编写，还有和声又找来了许仁杰。是哇，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名单，也让我们吓了一大跳。方炯佳，哎呦，而且他的和声编曲跟你的 vocal 搭起来也是没有违和感哦。也是搭得非常好，而且那个什么幸福的心边，我自己做的那一首歌，和声也是炯佳，是方炯佳来帮我和声的。我觉得哇，他真的。好会唱，他合得好好，他的声音跟他哥哥方炯斌那个声音都非常有出西北来秀乖，对，然后就是声音都非常有穿透力。可是这种穿透力有时候他没有控制好，他真的会盖过歌手。对，可是我觉得他们调整的非常好。对，因为我们在看到和声这次的这个名单啊，都很厉害的角色这些专业的歌手，没错，我们就担心说会不会抢，对，我们会担心哦。对，然后在听完之后，我们哇，好厉害哦！因为这个就是他们可能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一个挑战，对，要怎么样把这个和声写得好，然后又不能抢过你。对，没错，这是写和声最难的地方。我觉得，所以他们真的是非常专业，对啊，所以不管是许仁杰也好，方炯家也好，我觉得他们都是这种专业，都是令我敬佩。那个如果真的叫我做，我真的做不到。因为你看，尤其是像许仁杰、方炯家，他们2个自己也是歌手，可是他们还要去用当他们在做和声的时候，他们要退去和声的那个角度，对那个角度跟角色去扮演这个角色，去把这个角色去做好，让这个和声跟让大家听到是很优美的，然后也不能抢过。主 vocal 的这个歌手的风采，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也辛苦他们，谢谢他们这样。所以在我们今日节目最后就来听这首歌曲《挖井湾》。同时呢，别忘了明天第4天我们 Boss Radio 黄文新周要来到第4集了，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一次新专辑《爱那西》其他很好听的歌曲。谢谢文心，谢谢。世界每一个人拢有过去。伫咱熟悉真正你伫倒位？你捌爱过啥人？啥人捌爱过你？如今对咱来讲，已经完全无意义。未来遐尼遥远是倒一年？伫咱就怎的时间的感动天，讲予
啥人来欢喜？为着顺啥人的意，不过是用言语来安慰自己。我想要深啊深深揽着你，你心跳的声才上真实。不管过去你是安怎，也是未来安怎变化，只有爱，咱袂当来放弃。我无怀疑我的心内，也有你对阮的愛，我情願付出我全部的愛。是多情意，你咱就抓的时间会空冬天，讲好啥人来欢喜，为着顺啥人的意，不过是用言语来安慰自己。我想要深深揽着你，你心跳的声才上真实。不管过去你是安怎，也是未来安怎变化，只有爱，咱袂当来放弃。我无怀疑我的心内，也有你对阮的愛，我情願付出我全部的愛。不管過去你是安怎，也是未來安怎變化，只有愛，咱袂當來放棄。我無懷疑我的心內，也有你對阮的愛，我愛你，希望你有在聽，我愛你，你敢會知影？DJ 瓦力子，即将登场的是，在咱今日 BOSS 大来宾节目当中，哇，根本就是在跑马拉松。第4天了，我们欢迎发行新专辑《爱那西》黄文新金曲歌王。主持人好，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文新。第4天我又来啦。第一次推出雄心的专辑《爱那西》，它是一张呢，我要讲说很多感情不同层面、不同面貌的这个感情大碟啊。对。那感情大碟当中，让大家呢哇为之一亮的，就是在这张新专辑唱了英式摇滚。对哦。这是你的 idea 吗？对，这是我的 idea， 因为这首英式摇滚的歌名，我们先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好，是这张新专辑当中，对，叫做伟力心田。对，那其实这首歌曲是最后才录完，对，它是最后一首歌才录完。然后呢，那时候其实前面一首台式摇滚歌曲，然后8首情歌，其实都很齐全的。那最后这一首，其实在做这一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的原来的 demo 其实形态很像这8首其中一首，那又怕说做出来会太相同了。于是我就跟制作人讨论说，我说可不可以做一个不一样的呈现的感觉？我说
这一首 demo 是长这样，那我想用英式摇滚的方式去做，把它做成一首不一样的曲子，可以吗？他说只要你愿意做，我都可以啊。然后我就是给他一些 reference， 我那时候有拿了蔡依林的那种第三人称，我说就是前奏噔噔，就是有点类似，对，那类似的感觉。当然，他做出来是没，就是前奏不是那种感觉，可是他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对，他是就是英式摇滚的味道，然后他也拉了几个 reference 给我参考，这样我说好，老师你就照你的方向去做，于是做出来，我觉得哇，这首歌跟他原来 demo 是完整是差非常多，是完全不一样的两首歌曲。编曲的重要性啊，对，所以说有时候你问我说我这10首最喜欢哪一首，我无法选择，你要我说我只能用以比较特别的方式来跟你说我喜欢的就是这一首，因为这首真的很特别，对，羽翼新娘，然后加上英式摇滚这个感觉，把它构造成一个不一样的面貌的歌曲。因为我觉得英式摇滚有一种很像电影配乐，就是一个人走在那种暗夜的小乡间小道，然后前面只有一盏微微的微光，对，就是会有一些那种画面呈现的感觉。所以我想要这种用这种方式去呈现，然后你帮我编曲，编出来我真的蛮喜欢这首歌曲的。来听这首歌曲，让文心也非常满意。在这张新专辑《爱那西》，这是在整张专辑最后一首歌录完的《为你心痛》。想你的每一天，心酸的孤单，讲予谁人听？我爱你袂记，无啥祝福你。想起你我伫美丽过去，为你心痛，将思念藏心肝，情愿守伫这。为你心痛。守伫这，为你
听完了《为你心痛》这首歌曲，其实我们把这张专辑打开来看，这个制作团队名单，我们刚刚讲和声很厉害，我们提到了方炯嘉，有提到了许仁杰，是这张专辑的另外一首这个《无声的金瓜》，跟刚刚这个《为你心痛》《为你心痛》和声呢是萧恒嘉。听众朋友如果可能说对于萧恒嘉的名字比较陌生，其实他曾经帮像叮当还有胡夏写歌，是哇。又是走这个华语路线，就是大咖的那种，对，就是非常流行华语。而且这张新专辑《爱那西》的制作人太厉害啦，方文良老师，还有尤正豪，真的那个都是做过天王天后啊，对的这个制作人，对，那也希望也是非常谢谢他们愿意帮我这个忙，让我这一张台语专辑可以顺利的诞生，然后也给我们非常多在音乐上的意见，去调整这一张专辑，然后做一个调整，跟让这张专辑的方向更加的明确这样。对，没错。这张专辑我听完之后，除了在前几天有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哇，那个苏良星刷好爱，真的。另外一首情歌我很爱的，据说这首《无声的金瓜》，其实当初文心是觉得不一定想唱，是不是？对，为什么？当初听完的时候，因为一样跟伟力新娘一样，就是出来的歌曲，对，其实那首是原本是无声的金瓜跟伟力新娘，他那时候还在选择，然后呢，但我们老板他蛮喜欢无声的金瓜啦，那很好听呐，对，我也很喜欢呢，对，然后好险有路啊，对，然后他后来他也是就是决定也选择这一首，然后我一心想我是自己选的。那无声的金瓜他一开始我就觉得一样，原来的编曲原来的 demo 是跟里面的一些情歌曲很相似，而且也是没那么的特别跟突出啦，没有说太有特色之类的，因为就是怕会撞歌撞在一起会很相似。这张专辑好多情歌，但是每一首情歌都是可以当主打歌，所以我就是非常小心翼翼感谢就是因为几乎都是尤正豪老师编的，所以我这次很感谢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他每首歌他把它编出不一样的感觉跟痛调，跟你原 demo差了大概18000，真的所以编曲的重要性让大家也趁机上了一课，真的。后来把他穿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衣服。后来编曲编出来之后，我才觉得其实哇，他编出来其实还蛮好听的这样。然后我唱这首歌会不会很有挑战性？其实还蛮有挑战性的，因为他的那个真假转音其实会有点，而且他专辑好多首歌的真假音转换。这个我想说是制作人老师故意要考你吗？我也不知道哇塞，整张专辑这个真假音转换真的很多而且那个真假音转换一个不小心就破瞎了。对，因为我现在情瓜他的那个在那个真假音的转换，因为正常如果我们大家爱唱歌的话，就知道假音要么就是要高一点，在转假音的时候会比较好转。对，可是像脖子上没情瓜那个力道是很强的，然后但是瞬间也要把它转假音。对，然后因为脖子上情瓜那个，我是哪一段？我叫啥子无来情瓜啊？我知道，我看一下歌词因为他。这边，看到遐个熟悉的字条，目屎哪会暗藏袂掉？无声的情歌，冷淡的心情，心内的抗议思念，拢是你一人和你的笑容，有爱的表现。过去伤痕，拢予我对你放袂离。他这个转音过去伤痕，拢予我对你放袂，就是它是卡在一个要高不高，要低不低的。所以我们就觉得
然后你就是也不敢太出力，对，因为这首歌很受大家欢迎嘛。对，像有时候晚上我回去再练，然后我们真的去唱了一次之后，就发现不好唱，就会发现它的各种滋味。对，我觉得哇，文心这张真的是花了很多功夫。对，那我觉得也好，因为后来就慢慢熟悉这个歌曲的特性，然后慢慢也可以去驾驭它，所以那天在唱的时候，其实唱的也算蛮顺的。可是，一开始在家练习的时候，其实蛮 K 的，就是不知道就是一个 K， 可是到那边就是因为听了那个编曲之后，然后整个发现比较好我觉得真的比较好进去，对，然后就是在唱的时候也蛮顺利的，顺利到接下来又录了威力心跳。你知道那个录完了，我那个嗓子快爆掉，可是因为时间快来不及了，因为要压年底，对啊，推啊，然后威力心跳它也是唱到威力心跳，将思念放心肝，情愿守伫这。威力心跳，目屎已经流干，无人知会听，就是很呐喊的感觉。真的呐喊，这张专辑好多都是呐喊式情歌哎。我如果举办演唱会的话，应该只要唱这专辑10首歌，我应该会直接躺在那边叫救护车吧，因为哇，真的是大家等你的演唱会也等很久哇，希望这一张能够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然后希望也可以有机会办演唱会，甚至见面会跟大家见面，把自己这一张里面每首这么用心做的作品，然后在现场呈现给大家，用一个很原音 vocal 的感觉去呈现给大家，这样对。所以我们给他节目最好就来听这首丹丹也很喜欢的《无声的情歌》。同时非常谢谢我们文心，明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哦。是的，得狗刚好，我们明天节目见。好，拜拜，拜拜。天真的祝愿，予人幸福的快乐，美丽的zan景，秘密的感动，爱你的温度。一直是我心内希望的太阳，光心内上精彩的故乡步。厝内面每一个的气味，拢有你的记忆。问我家己，互相伤害的过去，要安怎忘袂记？看到遐个熟悉的字条。目屎哪会暗藏袂掉？无声的情歌，冷淡的心情，心内的空虚思念，拢是你一人含泪的笑容，有我的表演。过去伤痕，拢予我对你放袂离。无声的情歌，喘开嘛心痛，最后人只是路过熟悉的气氛啦。的祝愿，予人幸福的快乐，美丽的zan景，秘密的感动。爱你的温度，一直是我心内希望的太阳，光心内上精彩的故乡步。厝内面。一个气味，拢有你的记忆。问我家己，互相伤害的过去，要安怎放袂记？看到遐个熟悉的字条，目屎哪会暗藏袂掉？无声的情歌，冷淡的心情，心内的空虚思念，拢是你一人含泪的笑容，有我的表演。过去伤痕，拢予我对你放袂离。无声的情歌，喘开嘛心痛，最后咱一时路过熟悉的气氛啊。看到遐个熟悉的字条，
目屎哪会暗藏袂掉？无啥的情歌，难放的心情，心内的空意思念，拢是你一人含泪的笑容，有我的表演。过去伤痕落雨，我对你放袂离，无啥的情歌，错开嘛心痛。最后咱一世路过，熟悉的气氛啊。迪兰咖喱 boss 大来宾，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黄文新。这个礼拜呢，每晚6点半 boss 大来宾的节目当中，都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他新专辑《爱那西》当中的每一首新歌，告诉大家不一样的情歌故事。哇，希望文心要保重哦，要保护好他的喉咙哦，因为这一张专辑其实啊，每一首情歌都会有那种声嘶力竭的呐喊，所以这其实很伤喉咙哎。BOSS 大来宾 DJ 瓦力子，即将登场的是迪兰咖喱 BOSS 大来宾第5天马拉松，我们跑到第5天了，我们欢迎我们的金曲歌王黄文新。主持人以及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文新。第5天了，哇，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从第1天到最后一天，我们真的是慢慢的聊这张新专辑每一首歌，让大家能够听个仔细。对，但是我觉得也是蛮开心，这连续5天就是上通告也是上的甘蔗如饴这样。好辛苦哦！不会，我觉得辛苦可以让大家听到我的用心。大家都没看到文心啊！我跟你说，像丹丹看得很清楚，他的眼睛都泛血丝啦，都黑眼圈。对啊，多累啊！他现在心里一静，我不会算命，但我在猜他应该很想赶快休息休息，然后回去看儿子。真的，对不对？其实当爸爸当父亲之后，都会有这种想法，都会回家想要赶快看到自己儿子老婆。对啊，抱抱老婆，抱抱老婆，一切的那个累啊，都疲劳都不见了。我们就觉得哇，文心这张专辑唱很多种让大家声嘶力竭的情歌，但是在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很好的丈夫，在文心身上我们很明显就看到了，就是负责任这3个字。是，真正是为了家庭啊，那一直拼命在出手皮，NHE， 对，然后接下来还要挑战自己，对呀，真的是跑了好多大大小小的通告，太辛苦了，真的很有本事啦。其实也蛮开心的，我觉得老天爷对我真的是蛮眷顾的，可以让我一路从超偶比赛到现在。让文心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让大家继续可以记得我是谁，然后叫得出我的名字。其实我还蛮开心的，因为比赛这些歌唱比赛的选手出来，不见得可能像我那么幸运。有时候可能讲起那些名字，可能大家也忘了他是谁了。那我觉得我蛮开心，蛮幸运，就是我除了可以唱歌。老天爷又多给我了一项特别的工作，就是可以去拍戏这样，然后让我可以一直以来，就算没在发片的情况下，我记得发《天地》这张专辑是2010年，然后发《无界》是隔了5年之后，隔好久哦，那时候隔好久，我们大家都想说文心呢，其实对啊，可是其实至少可以让大家说，文心还是可以在荧幕上看到。对，因为就发现其实那几年你都在演戏。对，然后让大家认识不一样的文心，也让可能不知道文心是歌手的身份，也没有看过超偶的现在的年轻人看到认识黄文心这个艺人，然后再由从这个戏剧认识上再去找寻我过往的一些作品，这样才知道说，原来文心他也是发片歌手，然后同时他也是从歌唱还得金曲歌王呢。对啊，可是我就觉得说，得金曲又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大家认不认识你，我觉得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那真的非常开心，
幸运可以去拍戏，然后让大家更加的了解我，更加的知道现在的动态。一定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提醒文心都说自己很幸运，但是其实我们当 DJ 这几年看文心在各方面的表现付出，其实他真的很努力。谢谢，真的是够努力，然后努力，他把自己一直处于在一个准备好，然后不怕累、不怕辛苦的那个状态。是，所以后来我们才会看到，哇，他有这么多那么厉害的表现。对，真的要有本事，那个本事要靠自己去拼出来，去拼出来的。没错，真的是要有本事，没有本事也可能不会站在这边。对。就像我们印象很深，文心发了第1张台语专辑，隔年度马上得了金曲歌王。对，大家其实都用放大镜在检视，没错，都在想说，文心接下来可以做什么？然后后来我们隔了那么多年，又听到文心发了国语专辑，而且这一张国语专辑让大家非常耳目一新，觉得哇哦，这是我认识那个唱《天地地地三星两仪》的黄文心吗？这样对。然后后来呢，又唱了这个让大家回归到我们很喜欢的这看秋的天后录用，对。然后接下来这一张专辑，我们听到了，虽然说是一张情歌主轴的专辑，听到了好 rock 的歌，对，温俗台式摇滚的歌曲。对呀，这首歌，而且我们看了一下，还是很会写情歌的林东松老师，林东松。他也是大师级，写过很多首歌，然后这张专辑《思念成沙》也是他写的。然后呢，我的天地专辑《三星两仪》也是他写的好听哦，那个都是配合当时的剧，对，蒙甲耀辉，然后整个就让这首歌整个浮在台面上，然后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然后连就是比较长辈都也爱唱这首歌，因为就是男对唱嘛，正常都是男女嘛，那男对唱比较少。那其实当时金牌大风把这首歌做成就是有点像台语版的左右为难，对，然后还蛮开心的，受到大家的喜欢，这样很多台客喜欢唱这首歌，真的真的还假的？哇塞！兄弟之间会在那边唱哎呦，真的太好了，真的，因为我好几次在南部的 KTV， 然后我有去听，蛮多，就是我看很多台客然后他们就很喜欢唱这首歌，然后在那边对2个男人在那边尬歌，因为他就是有点像就互标情歌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还蛮开心，就是这首歌有唱到大家的心坎里，然后有让这些年轻人接受这样。对，这一次这首歌《分俗》其实也让大家觉得蛮喜欢的，对，也拍了 MV 了，然后它有一些有一些部分副歌的部分，它会有一些嘶吼，这样有稍微的那种嘶吼的。这张专辑太多嘶吼的歌了。真的太多嘶吼的歌了，但这个嘶吼层面也不太一样，因为要配合这个旋律的编曲，摇滚对，它比较摇滚一点的音乐性质这样。马上来听这首歌曲《分俗》。你若有本事，就不要拜托要求；你若有方向，总有一条出路。要踏地路，怨叹无人生的前途。若真正本事，免惊坎坷来阻挡。认真的倔强，天地命运嘛不常。扭转乾坤，凡事拢占压点手中。挑剔孤独，是王者一贯祝福。来北二路，连连风，车来去无踪。心目中，正如泰山的胆量是绝世英雄。你呀，无在条路免讲，若袂碰风，创业背后第一功。你呀，头车步袂拖动，若袂成功，提出本事第一强。你呀，无在条路免讲，若袂碰风，创业背后第一功。你呀，头车步袂拖动，若袂成功，提出本事第一强。你若有本事，就不要拜托要求；你若有方向，总
条出路，要拍的路，怨叹无人生的前途。若真正本事，毋惊坎坷来阻挡，认真的倔强，天地命运嘛不常。扭转乾坤，凡事拢占压点手中。啊哈啊哈，挑剔孤独，失望才一关祝福。咱北里路连连风，谁来去游纵？心目中正如泰山的胆量，是出世英雄。你呀无在条路免讲，若袂碰风，创连背后第一功。你呀头车步袂拖动，若袂成功，摕出本事第一强。你呀无在条路免讲，若袂碰风，创连背后第一功。你呀头车步袂拖动，若袂成功，摕出本事第一强。听完了分数，哇！今天咱节目当中为大家访问到金曲歌王黄文兴，而且已经要聊到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歌啦。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爱的摩卡》，文兴应该知道很受欢迎吧？我记得真的还蛮多人喜欢这首歌，好多人喜欢哦。这首歌就是比较轻快，然后比较温暖甜蜜。只是如果他跟黑国底 CP 比起来，不一样其实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风格。但是这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乐评一致叫好，对，乐评一致叫好，对，乐评一致叫好，对。然后它整个 melody 就是很 Q 弹的感觉，对，很 Q 弹，很 Q 弹的感觉。然后其实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唱得蛮顺利，因为其实我本身也很爱周杰伦的音乐，对。然后我一直都觉得他很多歌曲都可以，很早之前我就有这种想法，就觉得说他可以用台语方式去唱这样。那于是这一首歌我就是用了比较相似周杰伦这种唱法去唱这首歌，很像那小小滚滚的咖啡，感情一点一滴有爱你的瞬间美温暖心跳，感性摩卡的香甜味，无慢你可的 tempo， 每当幸福一步一步轻松的脚步，坚定心情，没永远做你的拍的心。就是这首歌很多都很像那个蜻蜓点水，要点一下，对，就点一下，然后就是清清甜甜的那种，清清甜甜的。所以我就说啊，比佛利导演真的就是现在都会女子的代言人，写这种词让很多那个都会女子看了就很喜欢。大家又爱喝咖啡，对，就爱喝咖啡，对，摩卡咖啡大概都就爱。你知道那其中有一句话叫派大星，嘿，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你永远的派大星，其实那个派大星就是我。因为那个ID 账号，我的那个账号叫派大星，叫派大星，对，就派大星，他其实比佛利是在写我跟我老婆啦，对，然后才会出现派大星。他说，那个派大星是就在写你，真的还假的？我看一下，真的派大星，好可爱，这不是我 ID 账号，真的太可爱了。我现在讲了，会不会很多人就加我？但他们不知道你的 ID 啊，他们只知道名字。我跟你说，你一直打派大星是找不到文兴的，找不到的这样。是。而且这首歌在我们听歌之前啊，它大有来头，对不对？它是新加坡的一个中文歌曲的创作比赛的冠军冠军。他同时也是写这个心碎的祝福作曲者。然后他就是真的非常有才华啦，然后你看又会写情歌，然后又会写这么甜的歌曲，其实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无可限量啊。然后所以你看，就像我们这一次做的专辑，希望人可以影响更多的年轻人，让大家传承年轻人，让大家年轻人去喜欢。搞不好现在的年轻人，他
他们现在年轻人都是非常会创作，而且有那么多的音乐资讯，现在的时代资讯又这么的发达，网络又这么的发达，对，其实搞不好会有很多年轻人如果接受的话，搞不好会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做很新很流行的台语歌曲，这些都是我们做这张唱片的主要目的，而且我们也乐见其成这样。我相信啦，因为文心他这张专辑真的投入了太多的心力，他希望能够让所有年轻朋友能够听台语歌，让大家再喜欢台语歌。我相信这个种子已经撒下去了，是很快的，一定会慢慢的这样子回收。谢谢。对，给咱给你节目最后，再一次要来问一下黄文心，今年会不会发新专辑呀？今年的话还在计划当中啦。那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先把这张专辑的宣传给做足、做好、做满。大家有听懂暗示了吗？一定要赶快用行动力去支持、去购买这张全新的专辑这张专辑不买很可惜。是的，这个专辑太漂亮了，一定要在节目最后讲一下爱情糖衣的包装。糖衣的那种包覆的方式，就像爱情被糖衣包覆着一样，背后的这个爱情，它有许多的酸甜苦涩。或许大家看到的这个糖衣是甜甜的、浪漫的，可是这个爱情背后的底下，它在酸甜苦涩有非常多的故事。就像我的这一张专辑，每一首歌曲都贴近现代时下的这些人大家的男男女女的情感，或许会有很多的情感跟情境，都会出现在这张专辑的10首歌里面。欢迎大家来对号入座，是的，共鸣，没错。谢谢文心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已经5天了，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张新专辑每一首歌曲的秘密，开心。谢谢文心，期待你下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我们节目最后就要来听这首歌曲《爱的摩卡》，祝你得今年金曲歌王哦。好的，好，拜拜。小小滚滚的咖啡，感觉一点一滴有爱你的瞬间美，温暖心头，感是摩卡的香甜味，浪漫的个的 tempo， 美丽幸福一步一步轻松的脚步，经历心心，袂永远做你的歹大心，巧克力掺咖啡，咱用心去调和。我的真情话，你的大心，咱的爱亲像摩卡，为你泡的摩卡，我因为这天有你来作伴，咱的爱亲像咖啡同款，干你靠下感受我，感情拢袂散。摩卡，用我的全部调出幸福快乐的滋味，有你就圆满。我甘心，讲你来创造美丽感动。浪漫的个的天幕，美丽幸福一步一步轻松的脚步，经典信心。袂永远做你的歹大心，巧克力掺咖啡，咱用心去调和。我的真情话，你的大心，咱的爱亲像摩卡，为你泡的摩卡，我因为这天有你来作伴，咱的爱亲像咖啡同款，干你靠下感受我，感情拢袂散。摩卡，就幸福快乐的滋味，有你就圆满。为了你，我甘心，讲你来创造美丽的感动。爱情的甘甜，可惜算什么？不管风偌大，顶守你的心，永远袂搁分开，陪伴你的身边。咱用心守护咱的未来，牵就一世人。摩卡，我因为这天有你来作伴，咱的爱亲像咖啡同款。摩卡，用我的全部调出幸福快乐的滋味，有你就圆满。
心，不甘伊来创造。